只要我手办到，啊，这以后，啊，我自己皮肤比较，啊，这跑过来搞，这样跟他说，啊，这样。我哈尔滨茶帮第一排，还有水下旅程，跟随一两台香港景家。我哈尔滨茶帮第一排，还有水下旅程，跟随一两台香港景家。就参加公众参政中国会议。我来答案进科兵，你就是进科兵哦。啊啦，下声来吐槽师傅嘛。来啊，快点来，站起来。好，一条命。好，你讲。我你讲，你把我命做起，全部去吼。好，我是哎。来啊，快点啊！哎，快点！哎，你好，小马那里，你呀，哈哈哈哈哈哈！最新消息，日前由本长查获的非法组织一贯道，其领导人盛草丁，经审查后，已在全国人民的见证之下进行枪决。这项判决将会是本党对抗非法组织的一大胜利。伟大的毛主席万岁！来啊，大家看麦啊，看这个是什么人啊？啊，都唔惊紧嘞！我问你，这个人够对？无对。我问你，这个人够对？够错台？有冇讲话？我问你，这个人够对？够错台？有对，啊，这个还是？对啊。是感谢你今日送我，我希望你从今以后会当跟我哋做成手办刀，好好为重新做代志，好好为老婆娘做代志，抬头天上各个欢迎，将来能离天再会。你对我重要代志，我改变了你，你这放了我你家，我哪里来？哈哈，原来要这张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虽然依旧是军民，
为地球顶6人的经验提升了后，就发动全所有的学生共同思考，也暂时成为了平静。但是时间，因虽然1948年到1955年，经济跟传输总共4万多年时，台台竞赛各莫方向一句话肯定时来，因此就是跟传输前前后后影响提升，也因为有了地球顶6人的影响提升，才互咱一贯道的队伍愈来愈稳定。也才有如今的新的市场以及技术市场，才有这么多前线中国的后期，但拢爱还是思维老真理，这种差异、理论差异、经济差异，如今地片不劳一同在，地片不劳一无事，这是正成为普渡台湾，就互咱手牵手。用来三泽大树，从生命更加发展发热，循环永久。你是在苦海，天父我站起来。你的光芒将乌云散开，路上四面环环，路上无你期待，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无知的小孩，享受命运的安排，却任幸福为我打到开。多少人有心爱，多少日夜灌溉，才有静静的茅台。千人恋离爱，我梦里醒来，感谢你给我们的光。
大家员工伙食团主要推出戏剧《经与精神会运游戏。你怎么哭了？因为咱想到这一过年为着家族好团，唔正艰苦，唔正强势，唔正恢复牺牲奉献，坚持着道心、立心、天认真，将一贯家族永远的传承，叫咱今仔日丰美的这个道场，丰盛的这个道具。是的。也感谢我们远东伙食团的小后学们，将圣老先生的心意用如此精彩的方式呈现给每一位贤贤，让圣老先生的心意深植每一位一贯弟子的心中。让我们用一次爱的鼓励，感谢远东伙食团的小后学们，爱的鼓励起来。这个暗会呢，就请要献一条回声，所以这样咱上请着咱的有点的诗，来有咱这个感恩暗会做一个建议。掌声欢迎有点的诗。各位家人师，有没有？各位观众人才，大家晚安。晚师晚安。时间这会呢，再讲足紧目前你呢已经2点钟啊，已经2点钟今仔日呢，这个暗会呢麻烦大家按地下为是台北咱台经理啊就是台北赶落来所以讲伊路上远为着这个暗会2点钟，伊坐车爱是差不多4点钟开车爱开差不多4点钟所以讲若要搁赶上去，就搁4点钟，参加2点钟爱开4点钟的车啦，迄8点钟的车，所以讲下阵要甲讲辛苦呢，非常的辛苦伊嘛会当讲这若歹落无足方便呢无足好的毋过呢修行这咱是团体生活所以讲呢，中心有咧举办无论